恁着要花唱新的歌，全着拢着要花唱歌，着要花唱歌，祝谢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，伫日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，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在，因为要花最大，应该受极大的懊恼，伊伫正心面的顶面应该受敬畏。咱做伙来吟诗懊恼上帝，圣诗593首，拄着试炼，在为你真艰苦，请起立。拄着试炼，在会为你真艰苦，伫甲睿智失望，生命看无路。你所定的阮所大项算来记，阮当我心感谢上帝大慈悲，主的阮所你着算着笑。减算为了，做的阮所大项算来记，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。有时我落烦恼伫到心乱乱，也以上帝听通过实见愿。你所得的阮所搁再想来记，要以照话无记日日爱吟诗，主的阮所你着算着笑，主的阮所你减算为了，主的阮所当算来记，感谢上帝大慈悲，我记你大地位，无得土地使用对你有错体，你所定的阮所以阮袂坚持，你的宝贝不归减无有记忆，主的阮所你着算着笑，主的阮所你减算为了，主的阮所阮当顺来记，我心感谢上帝大慈悲，所以经过自然都大成事。阮所照顾人来讲，主的创造我最高，主的阮所对的上帝笑，主你减算为了，主的阮所大项算来记，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，咱同心来念使徒信经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色女啊玛利亚出世。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高活，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。伊要去对法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同的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罪赦免。
玉佩高我永远的活命。阿免，请坐。这是咱要来启用记载伫圣经诗篇84篇，也是启用文第19篇。兄弟来启，姊妹来应。万军的统帅上主啊！我乱无上主的殿院到要分去。万军的统帅上主，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！赤鸟啊，伫你的祭坛边做收。徛起伫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。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，因经过的大蛇山谷，拢变做泉源。因哪行哪有力，万军的统帅上主啊，求你听我的祈祷。保护阮的上帝啊，求你眷顾。伫你的殿院点一日，我宁可伫我上帝厝过门。因为主上帝是日头，是灯牌。以互咱恩惠甲光荣。万军的统帅上主啊，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现在阮聚集伫你的圣殿，是因为阮是一群得救阁有福气的人，你差遣主耶稣来到阮的中间，甲阮的教会，为阮定伫十字架流出宝血，救赎阮世间人的罪，安慰有忧苦、有烦恼、甲有病痛的人，阁互阮做伙分享伊的救赎、荣耀、快乐，互阮也通伫活地时分担。领受上主的使命甲十字架，安尼，阮伫逐摆到教会礼拜分享甲领受礼典的时阵，互阮得到透放、平安甲自由，也阁通奉你的名共同分担兄弟姊妹的重担甲忧伤。愿主的圣神充满阮，感动阮，因带阮进入教会大家庭。互兄弟姊妹用仁爱互相宽容，用喜乐互相接待，用和平互相往来，用忍耐互相包容，用温慈互相陪伴，用怜悯互相帮赞，用善良互相扶持，用信实互相勉励，用温柔互相分享，用节制。精神来结连阮彼此的关系，佮愿主耶稣伫十字架顶为阮所流出宝血救赎，教阮学习主耶稣的模样来实践伫阮所属的东门巴克利基督教会。安尼，伫阮四周的人就要认捌阮是主耶稣的学生。阮教会所要做的种种事工，也求你赐福，愿平安甲顺遂，互阮日日亲近主，灵修无断，人人努力传福音，引领人来归主。最近世界的疫情日日严重，毋免互世间人惊吓，恳求上主的保护，也看保护阮，
互阮平安，因为阮相信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。也搁伫路途中的兄弟姊妹，也求主保护因平安来到教会，甲阮三甲敬拜。无法度到教会的人，也会通伫厝看网络即时的礼拜。阮谦卑的入头前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天叫你听阮求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阮尊求的声。好了，圣歌特别吟的诗是调出大声，上帝欢喜唱歌。这是咱要来攻读上帝所启示的话，记载伫圣经马太福音第26章，有两位，第一是6到13节，第二位是26到28节。我来读。耶稣伫伯大尼太过西门的厝，有妇人人住浴房。 内面滴极贵气的香油，就近伊。当伊坐倒的时，饼伫伊头壳顶，
学生看见就生气，讲安尼破费有啥路用？因为即个油会卖得侪油银来互宋乡人。耶稣在就甲因讲：恁啥事刁难即个妇人人啊？因为伊所行来款待我的是好事，因为常常有宋乡人甲恁伫地，若是我无常常甲恁伫地，因为伊倒即个油伫我的身躯，就是陪伴我埋葬来行的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普天的无论什么所在传即个福音，也要讲起即个妇人人所行来纪念伊。26节，因伫遮个时，耶稣摕饼，祝谢掰破，分互学生讲：摕去食，即个是我的身躯。佮旁边祝谢，互因讲：恁拢着啉伊。即个是我的血，就是盟约的血，为着侪人来流出来，直到罪得赦免。讲到但是牧师要互咱的信息是一件美事，即华语，那台语讲一件水的代志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拄则所念的圣诗593首，拄着试炼在下为你真艰苦。这首诗歌亲像伫描写咱的一生，咱的人生拢会拄着试炼在下。有时艰苦、累志、失望，四面看无路，总是人的尽头，常常是上帝的起头。伫迄个时阵，人甲上帝相拄，上帝将意外的平安赏赐予咱，帮助咱度过危机，所以，互咱会当充满感谢的心。这首诗最后伊讲主的恩赐你着算着笑，主的恩赐你减算为了。主的恩赐，逐项算来记，稳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。伫遮我要先问咱两个问题，兄弟姊妹，你捌算过无？你捌算过上帝你的身躯顶有偌济恩典无？第二，你减捌为着遮个来感谢上帝？当咱咧感恩的时，咱的心。甲上帝哪来哪近我？上帝予咱的恩典，真正是算袂了。所以有一个个人安静伫主面前的时间真要紧。上好是透早，也是暗暝，静静单独来面对主，将上帝予你的恩典一项一项甲记落来，你就会养成一个真够感恩的习惯。因为上帝要带予你是极大的福气。但愿咱通过下早起的信息，甲主有一个特别的接触点。因为当咱感恩的时，咱的心转向上帝；当咱感恩的时，上帝的话就真紧进到咱的心内。所以伫遮，我要用马太福音26章，甲咱做伙来看一个主题：一件水的代志。伫遮，我分做3点，甲咱做伙来思考。第一就是。咱爱时时会记得上帝予咱无限的恩典。第一点，第二，咱爱学习玛利亚做一种看起来亲像是浪费的奉献。第三，咱爱做一个互主得了安慰的奉献。马太26章第6节写讲，耶稣伫伯大尼太过西门的厝。这句话抓着我的心。通常，咱看即句话时，咱拢会想讲，只不过是作者咧交代一个地点，就是讲耶稣来到伯大尼，有一个人的厝，迄个人的门叫做，迄个人的名叫做西门，伊是生做太过的。总是即句太过西门，互我想到，即个西门伫信主进前迄款凄惨的人生。咱知伫古早犹太人的社会。太过病是无互人接纳的，台湾嘛共款。到今仔日，伫八里有乐山园，伫新庄有乐山疗养院，像即款的，
拢是咧带遐泰国病的人。讲较好听是互因带，其实是安怎？甲因甲社会隔开。根据摩西律法的利未记13章14章，这个泰国病人因爱受赶到伫城外，参病因泰国人大步病伫遐做伙带。所以若有人对遐经过，因必须要大声喊，甲因喊讲：阮是无清气的人，阮是无清气的人。袂当互人来接近因，因为惊伊传染着别人。这个西文原本有一个无五望的人生。伫路加福音17章11节，则写讲耶稣捌伫撒玛利亚甲加利利的交界医好10个泰国病的病人。另外伫马太福音第8章路加嘛有记，马可嘛有记，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，伫路呢有医好一个泰国病人。咱毋知影即个西文是内底倒一个，总是咱会当确实知西文伫对耶稣进前有一个凄惨的人生。兄弟姊妹，当咱还未拄着主进前，咱的心灵嘛是亲像太过的。咱内面有真济罪，这个罪颠判咱，互咱无自由，互咱无喜乐。罪是人无法度靠家己来解决的问题。诗篇32篇第1节讲过世得着赦免，罪过得着遮堪，即号人有福气。耶和华无算伊有罪的，伊的心无干柴，即号人有福气。事实就是安尼，因为罪亲像生命内底无法度解决迄个病，人伫即个情形下面，伫遐真正痛苦。而伫即个中间，耶稣基督救恩临到咱，上帝赦免咱。互咱亲像即个泰国西文，当主耶稣临到伊生命的时，互伊得到完全的医治。咱会当伫算效上帝互咱恩典的时，咱搁一遍来体会上帝的疼。咱即个原本无清气的人，咱即个罪人，是因为主来操放咱，来医治咱。今仔日，上帝若将咱的罪摆在咱的面前，咱的人生一定是痛苦袂了。总是上帝为咱预备了救恩、赦罪之道，是对咱的救主耶稣基督来，互咱有盼望，互咱成做清气的人。这是上帝互咱的恩典。亲像这个泰国西文，原本无盼望的人生，因为主耶稣临到伊的生命，互伊得到完全的改变。John Wimber 是美国一个牧师，伊伫信主进前有一段真失败的婚姻生活。伊甲伊的太太常常冤家，所以后来两个人分居。伊甲伊一个走到伫拉斯维加斯，伫赌城伫遐做乐师，生活非常痛苦。有一摆，伊甲伊的同事讲，你讲伊的苦情。这个朋友甲伊讲，你会使你伫暗时，到伫沙漠中间，伫遐来求救上帝。所以真正有一暗，伊下班了，伊家己一个开车半暝，到伫沙漠中间，拍开车门，跪伫山面顶，伫遐甲上帝讲上帝啊，你若真正存在，请你救我。伫遐伊忧伤痛苦，流目屎认罪伫上帝面前。上帝听到伊的声，奇妙的代志伫遐发生。伊讲，当伊到客馆的时，伫迄个古早用电话录音，伫迄个电话录音内底，因太太甲伊讲你转来到 LA， 咱阁开始咱的生活。后来收拾伊的行李，对拉斯维加斯转去到洛杉矶，有人带伊去教会参加查经班。通过祈祷，通过查考上帝话语，亲近上帝。所以John Wimber伊的生命伫遐得到改变。当一个人的生命得到改变的时，伊的人生就无相像。后来伊进入神学院去读册，做传道。伫30年牧会中间，隆重启造500间的教会，影响15万人的生命。兄弟姊妹，
咱想看觅，是甚物改变伊的生命？是安怎讲，阮一个无愿望的人会产生遐尼大的影响力？因为耶稣基督进入伊的心中，今仔日咱中间咱嘛有真济通兴奋的代志，通感谢的代志伫咱的生命内面。因为咱原本嘛是一个无清气的人，总是因为上帝为咱预备了救恩，佮欢喜找圣神来点伫咱卑微人的中间。互咱的生命伫上帝手中产生功效，所以咱就要常常会记得感谢上帝，互咱无限的恩典。咱拄则所读，伫圣经中间记载即个妇人人，有人讲伊是伯特列的玛利亚，因为耶稣基督改变伊的生命，伊为着要感谢耶稣，伊准备一罐真贵气的香油来献给耶稣。伫4本福音书内底，拢有记载的故事无济。耶稣受掠、受审判、受钉死、告压，这项代志4本圣经内面拢有记载。5块饼2尾鱼，互3000人食饱，5000人食饱的故事，伫4本福音书内面嘛拢有记载。总是这个妇人人将这罐香油拍破来献给耶稣的故事，伫4本福音书内面拢有记载。而且伫13节，主耶稣伫遮特别提起，主耶稣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普天的无论什么所在传这个福音，嘛要讲起这个妇人人所做来纪念伊。因为这个妇人人，伊捌经验过上帝耶稣基督奇妙的恩典，所以伊为着要感谢耶稣，伊今仔日伫遮所做的奉献，是一个感恩的奉献，是一种看起来亲像浪费的奉献。第2点，咱来学习玛利亚，做一个看起来亲像浪费的奉献。是安怎要讲亲像浪费的奉献？因为这罐香油的价值是用1年的工资才买到的。那用咱即摆来讲，24K 一个月24000块，一年差不多是30万。意思讲，这罐香油用今仔日的价钱来讲，大约差不多30万。所以这是真贵重的物件，通常拢是一滴一滴用滴的。总是这个妇人人家，却是将规罐拍破来倒伫耶稣的头壳顶，互伊流落来。是安怎伊要安尼做？因为耶稣的疼来感动伊，所以徛伫边啊，这个门徒看了就无欢喜。伫遐讲安尼破费有啥物路用？因为这个油会当卖侪囡仔来进这送养人。伫约翰12章第5节，犹大伫遐讲啥事毋将即罐香油卖囡仔300个来互送养人啊？耶稣听到因咧讲话，耶稣知影因咧想啥，所以耶稣甲因讲恁啥事刁难即个妇人人啊？因为伊所行来款待我的是好事，因为常常有送养人甲恁伫地，总是我无常常甲恁伫地。弟兄姊妹，当咱感谢时，咱应该调整咱对主感恩的态度。咱常常是用剩的，用蒙昧着咱的心，迄款的来献给上帝。无论伫咱的时间、金钱、才能，拢共款。咱今仔日对主的疼，迄个深刻的感动也无够额。咱将上好的互世界，剩的互上帝，甚至常常是扣咱善的献给上帝。所以我期待咱每一个人，咱爱重视奉献的态度，特别是做老爸老母的，恁爱教示恁的囝儿奉献，重视奉献的态度。虽然是囡仔，总是对细汉培养因迄个正确奉献态度，互因伫生命内面知影上帝地位是甚物。真侪时阵考试到啊，爸母甲囡仔讲毋免去教会，毋免去参加团契，考试较要紧。礼拜日困较晚，爸母嘛会讲读册读6日来真辛苦，
礼拜互伊困较晚。所以真侪时阵是咱阻挡了上帝要予咱的祝福。上帝要祝福咱，总是咱的态度毋对。伫咱的厝内，伫教会，咱常常生活顶面埋怨多，感恩少，这样代志嘛爱我做，迄样代志嘛爱我做，拢我做。咱埋怨有时真济。玛利亚伫遮，互耶稣学了，讲伊是做了一件水的代志，伊所行来款待我的是好事。今仔日，但愿咱算消上帝予咱的恩典的时，咱搁一摆听到主对咱讲话，伫上帝眼中无奉献，无浪费。凡是听主的奉献，无一项是浪费的，因为咱的主是配伫迄个上好的，咱的主是配伫迄个上尊贵的。这主，咱会当伫咱的生命中间掠掉这个信念，咱的人生一定诚做无受伤。要上帝来使用咱，上帝来看重咱。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卢云，伊有一年到了法国，伊转到了美国了，伊甲大学教授的工作辞掉，伊去参遐低能儿生活斗阵。有人讲叫一个教授去教遮的低能儿，毋免伤浪费，凊彩派一个老师去就会使的。当德国神学、哲学、医学博士史怀哲伊到非洲传教的时，阮一个德国人嘛是安尼讲遐非洲人毋捌字，生活水准低，无需要用到一个3个博士学位的史怀哲去，毋免用汉的优秀的人去到迄个所在。总是历史证明伊无浪费，通过史怀哲。伫遐拯救千万非洲人的性命甲灵魂，互人称伊做非洲之父。上帝有缘看重遐个卑微的非洲人。伫早期英国剑桥大学的高材生，上帝感动因，所以有一本册叫做《剑桥七杰》，剑桥大学上杰出的7个学生。描写这7个学生，因献身去做宣教师。伫当时因到中国大陆，历史甲咱讲因嘛无浪费，因为上帝疼人类，嘛疼当时的中国，才会将上好的送到迄个所在。我伫公布社的时，有一年总会派4个人到伫英国参加美美牧师的告别礼拜。当时总会副议长就是咱卢仁贵牧师，男神的院长王宗尧牧师，甲我甲中华基督教病院的主任牧师，阮4个人到伫英国参加美美牧师的告别礼拜了，阮到伫剑桥大学伫遐参观。剑桥大学是31个学院组成一间真大大学。阮到伫迄个新学院内面，有一间礼拜堂，有人带阮。伫礼拜堂，阮到伫一间因的资料馆，迄个壁茶壁面顶吊足侪牌啊。我伫迄就是对19世纪初因所派出的英国所派出这宣教师的名拢写伫遐。我伫遐看到巴克利牧师，看到马雅各医师，看到李秀牧师。梅干姆牧师、兰大别医师，遐个名拢写伫遐，派去倒位？写佛摩萨，毋是写台湾，因为当时也叫台湾是佛摩萨。迄个间介绍人对阮讲，恁台湾人爱感谢上帝，因为当时派到台湾这宣教师拢是上优秀的。台湾人恁爱感谢上帝。真正是安尼，150几年前，伫英国伦敦已经有地下铁啊。台湾迄当阵也是足落伍的所在。这宣教师是安怎？因爱来到台湾，伫遮互人骂、互人拍、互人拒绝、互人弹石头，甚至互人破屎。因为愿意诚做上帝卑微的奴仆，
因愿意来到你台湾这个所在，将因的性命奉献伫遮，因为因有感恩的心。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所欠缺是甚物？咱真正是欠缺迄个感恩的心。伫日本有3位影响日本社会、国家甲教会真伟大基督徒，到今仔日也互人笑念。第一位是石井实处龙，伊伫年轻的时认捌主耶稣，后来伊凭信心来开拓孤儿院，照顾真济遮孤儿，嘛培养几啊位真杰出的遮人物。石井一生伊留落一句话，伊讲：我为了听主的缘故，愿意成做一块道布。道布虽然拉残，互人看袂起，总是这个世界若无道布，就无清气。因为听主，我愿意成做一块道布。今仔日有人有学问、有才能、有才力，总是当你的性命若愿意为了主成做一块道布时，嘛毋是浪费。因为上帝要通过你，互这个世界更较清气。第二位是山色军平，山势军平，伊是日本救世军的发起人。伊一生留了一句话，讲为了迄个世上的一个，每一个拢是上帝所疼。为了迄个世上的一个，我愿意献上我的性命。第三位是河川丰彦。河川丰彦伊当时进入到迄个贫民窟，伊改变了迄个贫民窟内面遐个社会。伊讲你一生留互世界，毋是你的积蓄，乃是你流出去偌济；毋是在于你积蓄偌济，乃是你互人偌济。这3个人拢是因为因接受耶稣基督来改变因的性命的人。因的性命看起来敢若亲像浪费，总是今仔日因成做日本历史上互人笑念的人。我会记得我伫2001年，我伫万年华教会的时。当时万年华教会要举办第3期三福个人谈道训练，我对12个人发出邀请，我甲上帝讲上帝啊，我知影因拢有家己工作，拢真无闲，嘛无时间，总是我恳求你，至少感动6个人会当参加第3期三福训练。结果上帝予我的感动更较大，12个人拢参加，所以连基督判拢总迄期有36个人。伫4个月训练中间，人力、物力、财力开支真大，看起来亲像浪费。总是伫迄期阮所探访的对象有53个人决志信耶稣。今仔日上帝予咱的人生，常常嘛是安尼，做一项代志敢若亲像浪费。总是当咱回顾时，却毋是浪费的人生。第3点，咱爱做一个互主得到安慰的奉献。当玛利亚将迄罐香油倒伫耶稣身躯顶，耶稣伫12节伊讲，因为伊倒即个油伫我的身躯，是陪伴我的埋葬来做，就是陪伴耶稣的死。耶稣伫拜4暗受掠。伫拜5透早受审判、受鞭拍；伫拜5中昼，互人钉十字架；伫下晡死伫十字架顶。我相信，当耶稣伫遐互人拍、互人审判时，伫耶稣的身躯顶，也会当闻到迄款香油的香味。迄是互主上大的安慰。当这个门徒看到耶稣互人掠去，伫遐四散逃走时，当彼得伫遐3届无认主的时，留伫耶稣身躯顶的是一罐香油的香味。这是玛利亚伫耶稣身躯顶的疼，就是迄款破碎的疼，互主得到安慰的疼。我家己常常感觉，伫主面前破碎无够，所献互主的实在是真少，来互主得到安慰。有时咱的教会内面嘛共款，一个事工，大家伫遐摕
我无爱做，我无爱做，我无时间。咱拢亏欠伫主的面前，因为主设立圣餐的时，伊安怎讲？伊摕饼作声，讲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了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呢来纪念我。然后伊捧杯，讲即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会所设立的，恁着行呢来纪念我。伫遮真清楚，互咱看出玛利亚为主拍破的，只不过是一罐的香油。总是主耶稣为咱拍破的，是伊家己的身躯，是圣囝耶稣基督的性命。所以咱无论献什么互主，拢袂当甲主的性命来相比。咱的身躯，甲迄罐香油同款，有一日拢会过去，拢会破灭，就趁早来献互主，来安慰主的心，毋通为了家己来失丧伫这个世界。但愿圣神会再去过一遍来帮助咱的心，互咱会当定心伫主的面前立志，甲主讲：主啊，我要为了你的恩，而是感谢你。我要奉献迄个看起来亲像浪费，却是为主奉献。我愿意破碎家己来安慰你的心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天阮的主，阮感谢你。阮无论献什么，拢无法度甲你来相比，因为你为阮所献的是你的性命，是圣囝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阮常常伫教会内面，阮的服侍，阮的奉献，有时阮的体，恳求主感动阮，对阮家己做起。感恩是蒙福的开始。愿意会当互阮顺服伫主你的面前，互阮真做一个会晓感恩的人。愿咱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是咱来吟圣诗379首，愿我话哪听你挂住基督来回应读者的信息。我做基督。
奉献。请坐。这个时阵，我来报告，先来掀开周报第9页，小会公告。第一点，小会议决聘请刘炳熙牧师来做本教会第10任牧师，并行文中会顶请派员伫8月30日的礼拜日前来本会办理监选事宜。当日礼拜的时间要伫上午9点开始，2场来合并，到10点半、11点合并。第二点，办理长老的选举，日期定9月13日礼拜日到9月20日礼拜日。执事的选举日期是10月11日到10月18日。选举当天的礼拜时间要伫上午9点开始，甲第2场合并。教会消息第一点，今仔日第2场主日礼拜，由于台南新楼病院院牧吴正道牧师前来分会讲道，愿上帝赐福伊的服侍。第二点，今仔日甲7月26日。下礼拜日，台南市东区卫生所办理无菌环境的活动，伫大礼拜堂侧面教育大楼前设摊提供熏害防治甲介薰的咨询的服务，并免费检测体内呼吸。一氧化氮的浓度。
第3点，今日伫大礼拜堂侧门到大门前，有寿山中会木沙教会建堂义卖，邀请兄弟伫义卖上来支持。第4点，今日第一堂礼拜后，伫1楼副堂举行2020年上半年度会计簿册审查，由检校人员为安理姊妹林婉琪姊妹负责检校。地点1楼副堂，请各团体机构会计人员将簿册整理备查。第5点，教育大楼大厅内册柜顶面有各种福音的刊物，有好消息、蒲公英、更新，欢迎兄弟自由来摕分享刊物。第6点，主流第39期好品格儿童快乐营周末营伫要对即时到8月25日止接受报名，欢迎幼稚园大班的学生到国小6年级的小朋友报名参加。活动的简章请至办公室来索取。主要第39期好品格儿童快乐营周末东门青少年弦乐团、室内乐团即时起到8月16、14日拜五接受报名。8月15拜六下午4点来进行。欢迎国小3年级至国中3年级小朋友报名参加活动，简章请到办公室来索取。第8点，7月到9月的新眼光读经已经送到，请有登记的兄弟到办公室领取，无登记的兄弟也会当到大楼大厅册柜自由来摕。具体交通，本会陈英全兄弟已经伫7月18日举行告别礼拜，依作感谢教会牧长中集会友的关怀，愿主安慰遗族。团契消息第1点，小家庭团契定伫7月26日，就是下礼拜日上午10点半，伫301教室的3楼召开第3次委员会，请副会长协助调集，并邀请顾问、辅导委员准时参加。第2，上合团契消息第1，上合团契定伫8月7日主日上午10点半，伫社区发展中心上大的教室召开第37届年会选举，请兄弟为2021年上年团契新年度所备办的同工，包括正副会长以及委员代导。请第2点，请客友踊跃报名出席8月7日要开上年上合团契的年会的选举，并请各组组长伫7月24日拜五以前将出席的人数报告交予服务组。其他的消息请大家来看。第12页、13页是奉献登记，请大家过目，若是有出入，请干事来订正。第14页是15页是即个事工的分配，请有负担的兄弟，请您注意家己看。最后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我来读1摆，兄弟来读2摆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普天的无论什么所在，传即个福音，也要讲起即个妇人人所行来纪念伊。马太福音26章13节，咱来读2摆，开始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普天的无论什么所在，传即个福音，也要讲起即个妇人人所行来纪念伊。马太26章13节，我实在甲恁讲，普天的
无论什么所在，传这个福音，也要讲起这个妇人人所行来纪念伊马太福音的介绍。咱就请陈牧师。咱的兄弟陈英全兄，伫7月初6安享主怀，伫昨早起所有丧事一切礼拜拢举行完毕。今仔日伊的大汉囝，迄个陈忠信相带伊的小弟甲小妹伫咱的中间，要甲大家说多谢。好，请恁徛起来好无？好，我后壁甲大家一直讲。好，请坐。愿上帝继续带领因即个家庭主来恩待因带因头前的脚步，嘛望咱会当为因来祈祷。过来，迄个嘉义大专联合团契，今仔日张简迎真牧师有带6个同工伫咱的中间，毋知坐伫倒位，请恁徛起来好无？好，咱拍拍甲因欢迎。好，多谢。好，请坐。毋知佫有其他第一遍来咱遮做礼拜兄弟无？有请恁举手。好，若无咱时间到书会。这是来念祝福的车恳的诗，圣诗402首，恳求你因带我脚步，请起立。恳求主恁带我脚步，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。恳求主甲我多多保护，假使我言行欠比是正，盼我大日遵守你改变。咱来领受上帝祝福，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、扶持帮赞，甲恁每一人三甲地地，对这粒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灭倒。